你係咪都覺得越做越攰，越嚟越冇方向呢？就嚟想放棄呢個咁朝陽嘅行業？咁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啦！我由零開始打入 MCV 市場，唔使陪走，冇人脈網絡，淨係靠策略同埋系統。而家我將實戰經驗濃縮成為一套課程，由你點樣識人、點樣佈陣、點樣了解內地人嘅需求、點做好自媒體，直到成交，一步一步教晒你。喺分享會裏面，我會教你我打入 MCV 市場6大嘅成功要素。我第一張 MCV 單就係7位數嘅美金單。有一位同事做咗12年，淨係靠發展內地客戶突破成為 COT。只要你用我呢套方法，你都可以做到。要令人另眼相看，突破業績天花板，就嚟參加我嘅免費分享會啦！一齊打入14億人嘅 MCV 市場，創造你嘅 MCV 團隊。